Hello，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一齊嚟誦讀一首兒童種菜，叫做《山行》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山行，杜牧。遠上寒山石徑斜，白雲深處有人家。停車坐愛楓林晚，霜葉紅於二月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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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